70年代末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也设一个古典园林，非常大山的海，所以呢，随着那东园角落头设一个样品。搿样品的原因呢，就是一个地称仪，地称代表称末，仪就是三房子。4个字连起来3个意思嘛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别个里确确实实是所最古典园林最像世界的里程碑。哎，你看我们那后趟他几个啦？你看以小见大，以少见多，方寸之间见家教。哟，你都晓得得蛮多个嘛哈，妹子啊。自来水。哦，谁是你讲个80几岁个？看看不这样玩。80几岁个是江来水。哦，江来水。自来水今天记本尊的啊，漂亮。长得漂亮，你想不出个。自来水还可个帅的。我今天哪有拿姿态偷偷吧？小戴姐姐的粉丝伤了我的心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以后小心点啊！再惹我的话，我是发后的，凶得不得了，我打下来。不是那张照片是几岁？我去年拍的41岁。你不讲实话，我也不晓得一个是哪位。看见这张照片，我又不相信一个书高，而且还要为你人生。你这家伙个？啊，是你底下会穿点棉麦裤啦？搿么啥裤子叫？新人裤啊？哦，哎，昨天张棉麦裤送了一大子，太味道。送眼胶饼出场子。那个谁，你讲个84岁个，那个朋友啊，来忘年交。我到你家里去，看到这2个桌子往2地方，说明了你不在家里。内敛含蓄。就是讲我屋里3只别是包2只半圆个袋子嘞，侪是非常有几个人先到啊哈。最近来看，分开来包，来了又放到屋里，包了一袋，来了又来吃来着。那么进门看石头，出门看心头。所以有句行话叫进门看。不是，不讲我跟你讲，那个眼头向上，眼超脱，心痛，心痛。瘦透露皱，太湖是个特点，这是脸部是个特点。哦，声音不一样的。青菜鱼儿唐伯虎家里的。啊是他，哎呦，不是农田噶，管的唐伯虎屋里个么子，啊，全是不是农田。一个屋里呀，这次还拍交关电影了。你个带风来临，空中月、水中月、杯中月、心中月。那么镜子里向个月亮，我现在只看得见后趟趟去。所以收这个园林一定要读懂。哎，盲水个门票40块，迪士尼乐园500块，10个迪士尼乐园还比不过一个盲水。对。哦，来了一个地方再看，搿面金子的下水门。园林就是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。啊，苏州所有个园林，这个园林最好。古典园林的杰出代表。对。市政府的女儿就住在上面的小街楼。我还是苏县教个堂里的，哎，现在还上去哇。叫四彩巷，冰立文。这个冰开来之高于自然的立文。它有寓意的，4个字，你回答。对。谁是漂亮啊？漂亮我长得，不虚此行。你稍微眼睛出去了，我还再看看了哇。我没看到，我衣裳来，他看到了衣服。意愿非人，三妹再走一走，这还跟你出来，听也分听狗，看也分看狗。啊！哎呀！一人一个出去。这个呀，一个数钱米，600块的啦。那个有点像真擂台哇，比那有点慢些好了。时尚这样。啊，那是晚吃晚用晚白相。这2个人吃喝玩乐，一身衣裳毛毛，早餐吃，眼睛蛮肿肿，能量补充好，继续到出发。现在跟三妹子进去开眼膏。哦，那个地方侪是一般店里买的。对。哎呀，灵哎，你数看。非是什么下车之战，数字一发毛，老人讲那只稻草，哪一数啥的？720的了。782，再吧。你不是不毛上嘛？你别看见你手指高个那一个毛。当那个什么蒋老师说了，人要靠行头的。对。我欣赏哪个行头才靠？你2年觉得一个人漂亮才可以。你跟我在一起，我有行头，你没有行头咋办？你们让我先去3点米啊，我米不可以。